再来看，去年台东县因为风台农业的损伤是真严重，罗亚乡的农民是真怨叹讲，因为保险的理赔条件上过严格咯，因根本是无法度领到保险的赔偿。农粮署嘛表示讲会来检讨。花东唱歌今年一期稻作当地产园啊，不过台东县罗亚乡农民愈种愈受气，因为去年年底2个风台造成2期稻作拍倒严重，这的稻米拢是减产超过2成以上。农民虽然申請到政府的天然灾害救助金，每公顷18000，也不过农民投保的稻米保险，煞有真侪农民领袂到，怨叹保险是无价。好像是赌运气，我如果运气好，我抽到刚好摘准的，我就有理赔。我30甲，我倒掉17甲，我平均不到5成。农粮署表示，稻米保险是以5年的平均产量作为计算的基准。罗亚乡我5年稻米平均产量伫5000多公斤。去年受风灾了后，抢样调查结果产量是4400多公斤，减产只有1成左右，所以无符合保险理赔超过2成才赔。也不过农民讲，过去5年产量本来就少啊，佮甲去年受损比较，当然差别无大。都是固定那几户农民下去做评估哦，这样对农民的权益，也会有影响。这样子，保险是一种平均分担的心态了，就是说是用其他的这个大家投钱的这个保险的金额来帮助比较受灾严重的。农粮署表示，这款的设计拢是符合科学根据，也不过会个反映农民的心声，建议调整。也不过今年政府也是会维持稻米的天然灾害救助的申请，而且调悬每公顷2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